所有的人都觉得雪崩之后能够生还是一种幸运，可是我自己知道，活下来才是惩罚。我要用我的余生来弥补自己的一念之差。这部宝贝一经问世，就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和震惊。爸爸画的是我，画里面是我。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采访到这幅画的作者楚鸿飞先生。里面是爸爸画的，不是他画的，不是他画的，一鸣惊人。请问您当时作画的灵感来自哪里？这幅
你听完了，自己求证去吧。我给你拿件东西。你自己看吧。谁呀？谁呀？痴汉。爸，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什么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你这是？20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快给我进来，这里是酒店。怎么了？你这是？啊？爸，20年前的事儿是不是真的？孩子，什么是不是真的？是20年前你跟李学业父亲的事儿。是不是真的？我要你亲口告诉我。志涵，你怎么能听别人嚼舌根子呢？你不知道谣言止于智者吗？啊！我问你，20年前的事儿是不是真的？什么东西是不是真的？我告诉你什么？20年前你是不是跟肖芳芳在一起过？啊？这是谁告诉你？啊？20年前你是不是拿过李新月父亲的画造谣？孩子，这完全是在造谣中伤你父亲呢。志安，你怎么能相信那个李新月说的话呀？啊？我是谁？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居然相信一个外人说的话。他不但诽谤我，还离间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他的话你能信吗？一个是我敬爱的父亲，一个是我心爱的女人，我到底该相信谁？如果你没做过，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好，我可以告诉你真相。我把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我都可以告诉你，没问题。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情，你必须跟我们一起回上海。原来真的有那些事儿。
你拒绝楚之汉，是不是因为楚鸿飞呀？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吧。你能这么想那就好。我之前一直担心你和楚之汉的关系，毕竟他是楚鸿飞的儿子嘛。我明白，楚之汉是个善良的人，我不希望这件事情让他受到伤害。可是有些伤害也是无法避免的。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明天我想给楚鸿飞下最后通牒，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悔的话，那就只能对他不客气了。好，我永远站在你这边的。谢谢你，方毅。怎么了？楚鸿飞给我发信息，我给他回复一下。他找你干什么？可能因为我跟楚之汉的婚礼，让他没办法再当缩头乌龟了吧。你准备接下来怎么应对？无论明天他跟我说什么，我的诉求只有一个。继续来看一下中国广场公司的新航班信息。国际航线方面，从近日开始，北京到伦敦航线上每周增加2对往返航班。他们公然绑架、报复公职人员。不用，你看这个。致使我们一名警员在任务期间殉职。这件事情，我们警方一定会追查到底，必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捉拿归案。看新闻呢，哥，关了。航班呢是在每周的周一和周三飞行，航号是CA91938，中午12点。头一次开枪，还挺准。下午的4点分到达伦敦，当地时间晚上的8点20。接着吃吧。伦敦返航，北京时间第2天下午1点1刻回到北京。那好了，我们就来看这个。请慢用。谢谢。李小姐，尝一尝，这个是最好的西湖龙井。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请你喝西湖龙井吗？那是因为这个西湖龙井是你的父亲李奇峰先生的最爱。我没想到楚大师肯主动来找我谈话。如果我可以帮到你的话，我在想，我应该可以放宽一点我平时坚持的原则。咱们就直说吧。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您能凭着您艺术家的地位跟良心，为我父亲说一句公道话。当然可以，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李奇峰先生是我的师兄，我一直很尊敬他。我可以建议美术学院为他办一次公开的画展，组织评论家给他写文章。问题是，李小姐，你现在手上到底有多少幅你父亲作品的原稿足可以开一次画展呢？您先不用管我手上有多少我父亲的原稿，我可以告诉你，我手上有一幅最重要的作品。
我跟你的父亲师出同门，闲暇之余我们俩会凑在一起讨论对画作技法的心得体会。那幅画是我和你父亲共同创作的，而且我非常肯定的是，那幅画90%以上是由我创作的。萧芳芳把相册寄给你，就是为了让你误以为是我剽窃了宝贝。所以我今天请你过来，就是想把整个事情的真相告诉你，以免引起我们之间更深的误会。你之前针对我做的那些事儿，从我内心来讲，我真的不怪你。我还想再麻烦你另外一件事儿，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来打扰我们家志汉了？你就放过他吧。志汉这孩子在我们身边长大，从来没吃过什么苦，也没受过什么挫折。我也得谢谢你在他人生中给他上了这么重要的一课。如果你来找我是说这个的话，那无话可说。我就是想把过去的事情说开，让你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希望能够跟你和解。和解？我跟你之间有什么可和解的？李奇峰先生走得太匆忙了，我没能替他照顾好你。从我内心来讲，这么些年我对你确实是有一份愧疚的，这是我的失职。你的想法也没错，那幅画确实也有你父亲的一份功劳。你要是缺钱，我可以帮助你。你就别在这装好人了，你自己贪财图利，别把别人想的跟你一样脏。李小姐，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心诚意的想在经济上帮助你。不要想用你这套道貌岸然的谎言来欺骗我，更别想用你的脏钱来收买我。也许在你楚鸿飞眼里，钱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但我今天告诉你，它绝不包括我的问题。旅行直播走红的李新月宣称自己有另一团队成员楚之汉的父亲著名画家楚鸿飞的重大新闻，究竟里面有什么故事？相信大家和我们一样期待。那倒是，楚大师。来，丽丽，体会一下，各位久等，各位久等，来，说两句，这个是谁？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楚鸿飞大师怎么还没来呢？楚大师来了吗？他一会儿就来。在楚鸿飞来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你看，从此以后，李奇峰夫妇便长眠于香格里拉，只留下了一个年纪尚小的女儿。这个李新月在搞什么鬼呀？我不管他搞什么鬼，你去摆平他，不要影响我们的声誉。姐，这公关的事情一向是你来做的，我不行的。我不想看见他。鸿飞，就这一次，你去出面好不好？我一想到他在耍我儿子，我就气得心口疼。这件事情之后，他的这位同事夺走了李奇峰的遗作，把它当成自己的作品，从此开创了雪山画派。雪山画派。我想故事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很清楚李奇峰的同事是谁了吧？那这个人是不是楚鸿飞大师啊？这个故事你从何处听之？故事有考证吗？对呀，这是正确的。拉在哪？我们想知道。这个说法。我今天在这儿跟大家讲述这个真相，也是想给楚鸿飞一个机会，让他亲口承认他当年犯下的过错。那他现在在哪？我们想听他怎么说。对，我们想跟楚大师来了。哎，楚大师来了！楚大师来了！楚大师！快！各位媒体朋友们，请大家都安静一下。你们的问题我会一个一个来回答。
但是在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我楚鸿飞也有一些小小的疑惑，需要新月小姐来替我解答。啊，楚大师和新月小姐是旧识？这个说来话长了，不仅仅是旧识，新月 ，boss 也算是我们看 ，boss， 他就是李奇峰老师。出事了。没错，我就是李奇峰老师的女儿，这也是我今天站到这里的原因。我要为我父亲拿回曾经属于他的一切。新月小姐，就算你是李奇峰的女儿，20年前事故发生的时候你也不在现场，请问这些事情你干嘛去？我而得知的呢？对啊，怎么是真的呢？对啊，跟楚鸿飞一起获救的，就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是他后来抚养我长大的。他目睹了当年发生的一切。那他20年前为什么不说呢？对啊，就是20年前为什么不说？说起来，我有好多年没见过萧芳芳了，她还好吗？那新月小姐，那她今天怎么没有来呢？为什么她没有来呢？她有一些不方便出面的苦衷。那您怎么证明是楚鸿飞大师剽窃了您父亲的作品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楚鸿飞20多年前的作品，跟他现在的雪山画派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楚大师，请问你对这个事情作何解释呢？对，解释吧。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哈，毕加索也是熟练地掌握了写实技巧以后，才画出了抽象派的名作，对不对？你不可能拿他早年间的习作说是风格不同，你就说毕加索也是在抄袭吧？楚鸿飞，你不要在这混淆视听，风格这种事情是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的。事实就是如此啊。说到画画，我相信我应该比你更有发言权。楚鸿飞，让你今天在这儿承认你拿了我父亲的画就这么难吗？你今天之所以可以站在这儿，是我父亲当年用自己的命换了你的命。你不但不心怀感恩，还冒名顶替，夺走了他这么多年的心血，享受着本不属于你的名利，你心安吗？新月，过去的事情，你不可能只听信一面之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过去发生的事情仔仔细细的都说给你听。但是你没有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啊！这么多年你都只活在自己认定的真相里，这么做是不对的，新月。真相究竟是怎么样，你我心里最清楚。我只知道一点，靠坑蒙拐骗，我楚鸿飞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的。就是啊。当年我跟你的父亲一样，都是美术学院最具前途的青年画家。如果不是发生那场意外的话，我相信你的父亲也许会跟我一样开山立派，成为大师。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如果你今天只需要得到业界的一句肯定的话，那我楚鸿飞今天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我由衷地说一句：李奇峰老师是我认为最具才华的青年画家，失去他是书画界的一大损失。我父亲的才华，认识他的人有目共睹，不需要你在这儿证明。我现在只要你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承认你当年犯的错误，对我父亲说句对不起。新月，我想如果齐福兄他在天有灵的话，他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他真的是会痛心疾首啊！虎父无犬女，你其实，在绘画上是很有天赋的一个孩子，为什么你非得要靠这种无中生有的炒作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呢？居然还在这黑白颠倒，你到底有没有良心？李新月，如果你到今天为止你还执迷不悟的话，我这个当叔叔的，真的要替齐峰兄好好的教育你。我看执迷不悟的人是你吧，楚鸿飞，今天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还是不肯承认你当年犯下的过错，咱们就只好法庭上见。别走，这怎么回事？这是你们自编自演的一场戏啊！当时没说好，自演的一场戏，他俩联合起来炒作了吧？大家都看到了，你们觉得是炒作吗？谁知道呢？这是联合炒作吗？到底谁说的真的？我告诉你们，这不光是炒作，还是对我个人声誉的一种恶意污蔑。我今天想借在场的各位媒体朋友们
告诫所有的年轻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成功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不要妄图靠炒作来想一夜成名，这么做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对的。丽丽，既然事情先出了，你能不能答应？
答应我。就算不是金小天，哇，哎，这个地方好美啊！楚总，你怎么想在这儿做最后一场直播的？我以前在网上看到这里的照片。夏夏，咱们开始吧。好，那你们准备好了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夏夏。现在我们到了纳帕海旁边，有没有特别美？跟我们之前看过的画里一样。夏夏觉得啊，人生当中最浪漫的事情就应该在这么美的一个地方进行。星月，你有没有什么人生中比较浪漫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这个人可能就是浪漫绝缘体吧，没经历过什么浪漫的事情啊。可是你不是和金小天？我找你们老板。
秀